今日煲一個初秋潤燥佛手瓜湯，呢個湯好清甜，好好飲。秋天呢個時間飲呢係最好噶啦。材料有紅蘿蔔、佛手瓜、豬瘦肉、金針菜、白貝木耳、蜜棗、無花果。豬瘦肉洗乾淨，冷水下鍋出水備用。紅蘿蔔、佛手瓜洗乾淨，去皮切大件。木耳可以用一朵朵，或者買條狀都可以。用清水浸泡發起，中間更換清水3至4次，去除雜質嘅味道。白貝木耳係血管清道夫，煲完湯之後食多幾條，幫我哋清理下血管。金針菜洗乾淨，浸半個小時至軟身，揸水再洗淨，重複3至4次，瀝乾水備用。蜜棗、無花果洗乾淨，砂鍋加入3.5公升嘅清水，呢個係6至8人嘅湯水份量。水開後，將所有嘅材料除咗紅蘿蔔同埋佛手瓜，放晒喺個煲裏邊，用大火煲至水開，改用小火煲1個小時30分鐘，最後1個小時加入紅蘿蔔同埋佛手瓜。改用大火至再次水開，之後轉小火。食之前調味，加少少鹽就可以啦。呢個秋天湯水溫和潤燥，煲呢個湯同家人一齊享用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